感情嗰方面咧，男命火命人嘅，咁啊感情呢個月裏邊運勢係3星半嘅，係因為火係特別旺啲啊嘛，咁而且咧就會係令到佢個交際應酬啊、娛樂啊、朋友聚會啊特別多啊，就好容易結識到異性。係啊，小心啲喎，因為火命人咧，如果身旺咧，可以丙火日元的話咧，小心啲啊！如果有女朋友或者甚至乎有家室的話咧，就因為是張丙火真係會比較上容易有啲異性緣嘅，咁啊所以變咗係啊太熱情啦，所以變得咧就小心啲有啲外遇或者係異性緣咁嘅情況咯。係啊，大家小心失足，即係要把持住自己。記下啦，出去玩啊、娛樂啊嘅時間就真係娛樂咯，就唔好就額外多咗啲節外生枝咯。女命嘅就係咁講啦，即係女命如果火命人咧，再加上呢個年同埋呢個月咁多火咧，巳火、年支同埋月支都係巳火啊嘛，火咁旺咧脾氣特別大啲。師傅你先打個分先咁。打個分先，我係俾佢1分半嘅。怪唔之得師傅笑得咁尷尬啦。丙火本身嘅人咧，已經係熱情啊，或者甚至乎係火爆啊，或者係會脾氣嗰方面咧係剛烈啲。係，再加上地支嘅巳火2個啊，咁啊所以變得更加剛烈，更加剛烈。所以變到今個月裏邊咧，女命人就注意下自己嘅性格啊、脾性啊。啊，丙火係比較剛烈啲嘅。丁火係比較柔情啲，但係會情緒化啲嘅。如果你女朋友咧係火命人的話咧，就要唔好行差踏錯，保護好自己，保護好自己，小心忍着個火癮啊！係啦，係啦。